伫咧都会区人口比较较济，目前军警拢有多次加急。面对着这社工的流动量是真大，新北市政府即摆也拍算要来向中央争取到这多次加急的部分，希望会当甲人才留调的。那社工工会是强调讲，提关薪水虽然会当减轻负担，不过也应该重视到社工的劳动环境，还有因的心理负担。社工协助送饭，互行动无方便的人陪伴伫因边仔，互因生活上的支持。毋过，亲像新北市人口超过400万人，人口济，社工的业务可能也对咧增加，造成社工的压力大、负担重、流动率悬。有新北市议员要求新北市政府提出对策。我们也希望跟向中央这边来倡议，在我们以人口数这样的一个累计的一个情形之下，可以考量在新北这个都会地区人的压力，就是人口数比较多的这个区块，可以给予相应的这个都会加给的一个协助。新北市社工科科长表示，因为伫北部生活成本较悬，以新北社福中心的状况来讲，有的菜鸟仔社工会考虑转去故乡服务，就会当薪水储钱。所以新北市政府有按算向中央争取比较军人警察有多次的加急。除了替社工加薪之外，社工的劳动条件跟劳动环境，还有社工的整个精神心理的负担，这些东西都是一起要被处理的。不然你只有加薪，一样是留不住社工，因为现况就已经是这样的情形了。工会表示，毋但新北高雄，全台湾各县市拢有社工人口流动大这款问题，这是规个社福界爱去检视的。因也强调，社工是对人的工课，爱随时面对无同的状况，各有服务对象的情绪。目前社福界拄到真大的挑战，就是少年人无愿意来做，愿意做的阁做袂久，人才短暂的问题，建议政府提供更较完整的教育培训来解决。记者张家嘅谢桂林新北报道。